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睇我哋嘅節目。睇片之前呢，麻煩大家俾個 like 支持下，多謝晒啊！大家好，今日想同大家講一位奇女子，佢係電影裏做間諜角色，到戲外現實生活都係一樣。當時17歲嘅佢，周旋係權貴之間，為國家收集情報。後來佢除低肉蛋外衣，披上航天星袍。狄娜呢個名背後有幾多不為人知嘅一面？今日呢，就嚟同大家慢慢講佢一生嘅傳奇。狄娜本名梁國興，1945年1月1日出生喺廣東興寧一個傳統書香世家。佢爸爸梁碩鴻係大學教授，有做過律師同廣東省稅務局副局長，性格豪爽，琴棋書畫樣樣精通。從小就教佢讀四書五經、寫字練書法，更重要係灌輸愛國思想，以天下為己任嘅道理。佢媽媽出身番禺，祖先係明朝末代武將，不願降清而到番禺開村，就係而家嘅石獅頭陳家村。祖父係新會大地主，有11個仔，但除咗四子石鹽同石雄，其餘都早期夭折。狄娜自細就中意歷史、漢學、古書，思想好敏捷。佢認為父親打開咗佢認識古書同愛閱讀嘅大門，更教佢做人要有理想、愛國心，呢啲思想深深影響咗佢一生。狄娜五舅父臨終前曾同佢講起佢父親梁碩鴻識睇相嘅本領，舅父自己會喺1955年淪為乞衣，而狄娜將來會喺政治舞台一展身手。呢兩件事後嚟都一一應驗，令狄娜對睇相風水等玄學深信不疑。同時佢又覺得呢啲玄學可以用科學嚟解釋。細個家庭環境優越，但1949年爸爸突然過身，只得4歲嘅狄娜就面對人生最大變故。媽媽帶佢去澳門聖羅撒女子中學讀書，佢跳級讀，成績一直頂尖。但1956年因為老師一次扣分，令佢無法保持考試第1名位置，覺得極度唔公平。年僅10歲左右嘅佢便憤而逃學，結束咗喺澳門嘅學業。之後搬返香港同媽媽一齊住，其後3年，佢先後喺3間香港著名女子中學讀書，但後來因為拍咗性感電影，校方覺得有損校譽，關係變差。1961年，佢終於中學畢業。從細到大，狄娜一直有種好勝唔肯屈服、唔肯認輸嘅性格，呢股憧憬從小就根深蒂固，成為佢一生所有重大決定嘅原動力。無論之後拍戲被標籤為艷星，被騙全裸演出，破產北上定投身航天事業，佢都靠呢股不服輸嘅精神，一步一步向前衝，唔肯讓時代或者男人定義自己人生。呢種性格嘅根源，其實來自細個失去父親嘅孤獨，同埋媽媽嚴格嘅教導，讓佢早早就學會靠自己生存同爭取。1962年，17歲嘅狄娜瞞住媽媽離開澳門，獨自去泰國闖世界。當時泰國電影業發展蓬勃，好多香港演員都去嗰度拍片賺錢，環境充滿機會同危險，政治局勢又複雜，越戰陰影籠罩成個東南亞。佢被導演唐敦發掘，拍咗第一部電影《七擒七縱七色狼》。戲入邊佢演妖艷美女間諜，撩人又大膽，鏡頭充滿誘惑，結果戲外都變成真正間諜。2008年佢接受香港有線電視神州穿梭專訪嘅時候，親口承認我第一寸電影就係扮演間諜，但佢哋卻唔知道我喺現實生活亦都已經係當間諜啦。當時越戰正打得火熱，東南亞局勢亂晒，泰國、老撾、越南到處係情報戰。佢周旋係泰國總理沙納嘅弟弟湯頓同其他政要之間。湯頓為咗追求佢，甚至投資拍片，佢就利用呢啲機會接觸高層，收集軍事部署、政治動向同埋經濟情報，然後向中共上頭報告。東南亞駙馬爺、意大利大亨、老撾權貴都曾經為佢傾倒。有人送豪宅，有人送珠寶，有人甚至為佢瘋狂追求，但佢從來唔係被動嘅玩物，佢自己主導一切，用美貌打開方便之門，用智慧收集有用資訊。初到曼谷機場，見到好多群眾歡迎佢呢個未出道嘅大明星，令佢對社會同政治產生疑問，成為日後左傾思想嘅原因。
呢段經歷雖然冇公開文件證明，好多人質疑係咪自傳式誇大或為愛國形象包裝，但係佢之後北上航天事業，好多人脈、資源同國際關係都係從泰國時期開始累積。男權社會，女人好少有機會接觸權貴，佢17歲就做到，已經展現出極大膽識同前瞻性。佢唔單止係演戲，更係人生嘅一場大冒險。1965年，迪娜返香港加入國泰電影公司，正式走性感路線。當時香港電影市場正處於黃金期，好需要啲厲豔星嚟吸引觀眾。佢代表作有《七擒七縱七色狼》、《浪子與修女》，身材火辣，鏡頭大膽，好快就成名，成為男士們嘅夢中情人。1967年，佢與大陸游泳教練馬益章奉子成婚，亦連生女兒馬天娜。1972年，佢加入無線電視，主持介紹首輪電影嘅電視節目《蒙太奇》，節目收視同埋反應都甚佳，讓佢成為無線電視嘅當家台柱。但係真正令佢一炮而紅、全城瘋狂嘅，係1972年李翰祥執導嘅《大軍閥》。喺呢部戲入邊，佢被李翰祥游說到全裸演出。李翰祥當時細聲細氣同佢講，鏡頭會好遠，淨係拍條腰，會拍得好靚，床掛輕紗。佢信咗，為咗講義氣，竟然將全部片酬買咗一隻鑲滿寶石嘅馬擺件，刻上馬到功成，送俾李翰祥，又另外送咗銀馬車模型做禮物。結果個鏡頭根本一啲都唔遠，全裸鏡頭睇得清清楚楚。戲上映後全城轟動，有人叫佢肉蛋，有人叫佢兒童，上晒各大報紙頭條。佢成為香港60年代尾、70年代初最出名嘅性感女神。據男主角許冠文講，當時拍電影現場有超過100人，但迪娜拍起嗰場全裸戲仍然十分大方，膽識驚人。從此，因為呢部戲，迪娜被掛上咗嗰個佢好唔中意嘅艷星同肉蛋稱號，佢自己後悔到死。喺病榻上邊親筆寫嘅遺作《電影我的荒謬》入邊，佢直言義氣博兒戲，覺得賣肉演出好羞恥。人們只見到佢36、24、35嘅身材，見唔到佢嘅思想同內心。佢話啲人淨係睇到我身材，睇唔到我個腦。呢個標籤跟咗佢一世，佢好厭倦，好痛苦。每當回想都覺得係一生最大嘅恥辱。但亦係呢次經歷令佢決心轉型，唔想再被身體定義。拍完《大軍閥》之後，佢即刻息影電影，轉戰電視主持，開始尋找新嘅自己。轉型之後，迪娜喺麗的、無線、亞視做主持，節目有蒙太奇得咗，細說當年港人港事。佢口才尖銳，敢言敢講，風格獨特，令好多觀眾都留下深刻印象。1980年，因為紀錄片電影《慘痛的戰爭》大受歡迎，麗的電視製作歷史節目《細說當年》，星期一至五下晝6點50分播映，共50集，每集8分鐘。麗的電視請迪娜作為該節目主持，主題主要係中國近代史，包括1949年開始嘅國共內戰、1956年雙十事件，亦都包括香港近代史。包括1963年香港因大水荒要依賴大陸東江水，1966年由天星小輪加價引起嘅警民衝突，1979年地下鐵路通車等重要事件。1986年已經41歲嘅佢，成為花花公子封面女郎，行為美路線，着黑色 tube top 晚裝，好多人都話好有勇氣。41歲仲咁靚，呢段時間佢感情生活更加轟動，追求者多到數唔晒。泰國時期之後，仲有趙雷、大畫家范曾、新加坡戲院老闆、珠影廠長等等。本地就更加誇張，劉家傑當時已婚，但係為咗迪娜同太太離婚，佢仲喺報章登廣告公開示愛，話一紙婚書阻擋唔到30年情義，意思係婚姻束縛唔到佢對迪娜嘅深厚感情。更加厲害嘅係，佢同劉家傑拍檔主持蒙太奇期間，再爆出三角戀監製李志忠為咗佢吞咗80幾粒安眠藥輕生，好彩救返佢之後，甚至乎為咗迪娜終生不娶。填詞人黃霑每次見面都送玫瑰，為咗佢戒粗口。周潤發都公開自認係佢粉絲。佢1976年閃婚馬益章，生咗女兒馬天娜。1972年離婚。
之後呢，1990年呢，引婚開國大將、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嘅兒子羅宇，婚姻維持咗20年，從未公開。佢自己講過好多金句，情場係瘋人院，婚姻係永遠爭辯唔完嘅討論，愛情唔係麵包，唔應該施捨。男人為佢瘋狂，有人自殺，有人離婚，有人終生不娶，但係佢從來唔靠男人改變命運。佢用美貌做武器，之後用腦袋同勇氣翻身。呢種獨立態度喺60、70年代香港，好少女人做得到，好前衛，好有膽識。佢話過：自知明日黃花，不寄望婚姻。呢句話反映咗佢對感情嘅尊嚴同清醒。1970年代初，受咗傾思想影響，狄娜開始萌生北上回國嘅念頭。1972年冬，新華社香港分社開始聯絡狄娜，並保持來往。當時中國大陸正處於文化大革命高峰期，狄娜被嗰種大公無私、唔怕犧牲、為人民服務嘅精神深深打動。喺新華社香港分社嘅安排同幫助下，佢開始低調返回大陸考察。佢後來回想，如果當時冇婚姻束縛，佢可能早已回去大陸生活，全心為國家效力。1973年，佢公開表態支持中國共產黨，並要求返大陸當螺絲釘貢獻己力，但係被駐港新華社人員勸咗。1974年，狄娜申請破產，佢自己表示此舉目的係表示同資產階級及資本主義社會決裂，要當無產階級戰士。但後來只用咗4年，便迅速還清所有債務，成為香港史上成功還清債項而撤銷破產令嘅第一人。然而，當年審批案件嘅破產官，後來卻成為佢旗下企業嘅財務總監。咁至於佢破產嘅時候欠債幾多？根據佢個自傳講話係70萬港幣。狄娜利用呢3年時間鑽研馬克思同列寧嘅著作。1977年至1979年期間，狄娜喺擁有中共內部一定嘅人際脈絡嘅基礎上，再運用自身於海外嘅關係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效力，幫忙促成中國融入國際社會，包括推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同美國建交，並促進雙方文化及經貿交流。之後佢又轉攻中國航天事業，幫助內地機場建立導航系統。唔到10年時間，大陸絕大多數城市機場都採用咗狄娜旗下公司嘅衛星導航系統。1990年代，佢開始參與人造衛星業務，全程參與歐盟伽利略定位系統計劃，以抗衡當時實力強大嘅美國。佢成為伽利略衛星導航系統嘅中方高級顧問。好快，佢將衛星導航系統輸出到全世界52個機場。狄娜投資嘅飛機不僅有商務客機，仲有海岸巡邏直升機。佢講過：我淨係賺外國人嘅錢，遇到利益衝突，必須讓路俾國家。呢啲貢獻令佢被稱為中國衛星導航之母。晚年主持百年中國大國崛起、神州穿梭，經常進出中南海同北京航天城，同高層關係密切，到死都堅持愛國，唯願將骨灰撒入南海，同北斗1號軌道同軌道，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守護國家藍天。但佢嘅愛國唔係盲從，有自己底線。據前夫羅宇2015年回憶錄記載，1989年6四開槍當日，佢哋一齊喺巴黎喬治5世酒店總統套房。狄娜一入門就橫眉豎眼問羅宇：你贊成開槍咩？羅宇答：我梗係唔贊成。之後佢哋討論離開體制嘅問題。狄娜自己訪問亦都提過6四時有動搖，猶豫係咪放棄國家項目，因為好多人跟住佢工作，但最終選擇留下繼續貢獻。佢痛心文革，熱血青年被政治垃圾利用，又批評貪污，但愛國係本分，從來唔需表揚。呢種矛盾正係佢複雜同偉大嘅地方。家庭方面，狄娜同女馬天娜嘅關係更加感人。女兒25歲變性成馬天瑜。狄娜話用咗11年時間相勸，但最終都全力支持母女變成朋友，合寫咗從母到有。佢講過感謝傷害你嘅人，因為佢讓你成長。1992年，佢半山豪宅被持槍賊闖入，捆綁下佢冷靜，暗中報警逃過一劫。傳媒都讚佢膽識過人，
去到晚年確診子宮頸癌，2005年患上初期，為安全起見，將子宮頸、子宮同埋其他嘅淋巴都一併切除。2007年時，因癌細胞擴散入膀胱，醫生建議割去膀胱。2009年更喺3個月內，狄娜進行咗4次大手術，其中一次開刀手術更長達21個小時。2010年3月31號早上約11點10分，狄娜因子宮頸癌導致身體功能衰竭病逝，終年65歲。其死訊喺翌日先被公開。佢兒子馬天宇透過友人陳永康向傳媒發表遺言：我母親梁國興藝名狄娜，已於3月31號上晝11時10分與世長辭。媽媽臨走之前，要我向傳媒傳達以下一段說話：刀槍能夠殺人，筆墨可以救人。人類嘅社會因為有咗傳媒，人類先至真正溝通成為一個體系。試諗下，過去人類嘅歷史社會喺未有傳媒嘅時期，人類嘅社會係幾咁黑暗，人類嘅認知係如何單薄。各傳媒朋友，請繼續你哋有建設性嘅工作。只要你秉承良知，人類嘅社會就會因傳媒而進步。我懷念你，我會喺另外一個世界向你揮手。以上係媽媽嘅話，媽媽唔願意有任何公開嘅殯殮儀式。佢想大家記得佢生前嘅談笑風生，而唔想大家睇到佢死後嘅目無表情。狄娜一生比任何電影都更瘋狂、更真實。佢從書香少女變間諜，從肉蛋女神變航天女強人，一件一件撕下舊標籤，又一次再一次披上新傳奇。男人為佢傾倒，俾佢玩弄，係鼓掌之間，愛國到最後一刻，卻從不盲從。有自己嘅道德底線。喺男權時代，佢走得最前，用美貌開路，用智慧翻身，用理想守護國家。今日回望，佢唔只係艷星，佢係真正嘅奇女子，一生荒謬狂野，卻從未後悔。假如佢仲喺度，面對 AI 同航天新時代，佢一定會繼續衝在最前，永不言敗。嗱，最後咧要提一提大家啦，見到片尾咧有幾格嘅畫面啦，呢啲咧都係屬於我哋其他嘅影片，有其他唔同嘅題材，咁啊大家不妨可以 click 入去睇下啦，多啲選擇或者 share 俾唔同嘅朋友。多謝你哋嘅支持，係咁先，拜拜。